讲讲一句台语有艺术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这阵啊天气凉凉，咱今仔日要过来讲这开咯。咱这集要紹介的是霜降。霜降漢字寫作霜降，羅馬字寫作斯恩霜葛昂降。霜第一條，降第三條。霜降的時間是伫舊曆的9月底，若新曆大概會晚10月底，這是秋天最後一個節氣，過來就要寒人啦。雖然節氣的名叫做霜降，不過一般來講，咱台灣的這個季節是還未寒甲會結霜，天氣涼涼啊，未熱嘛未寒，是一冬內面真舒適的時陣。喺台灣霜降的時陣，差不多愛收第2期的稻仔。人講霜降出無濟，空無犁，意思是稻仔穗若到霜降還未發，就未有好收成啊，愛經空無犁田，重新擱種新的作物。霜降時節，稻仔黃，新竹苗栗的枝仔大出。台南麻豆迄邊的白柚嘛已經要出啦，四季攏咧豐收，真適合出門四界行踏，享受秋天的美景，食潮時的果子。補冬不如補霜降，照漢醫的觀點來講，霜降是食補的好時機。這個季節鹹水的3點啊，柿仔、石芹，閣有共一種芹啊。抓混共母有3種名的醋滷芹、紅芹、菜芹，都是當肥當好食的時陣，補一個攏袂歹哦。柳、霜降、柿仔、石芹、醋滷芹、紅芹、菜芹，霜降出無濟，空無犁。補冬不如補霜降，霜降未傷寒，嘛未傷熱，天氣溫度真舒適，有豐富的物產，閣有熱熱的宗教慶典。你講是毋是介好的節氣？今仔日的大講一句就講到這，多謝觀眾朋友的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